黑色乳牛揸空照流出，港姐清純啊搏洗底。一件小背心着出千萬種效果，好澎湃，好平實，好變幻，好事業，好甜美。TVB 尋日發放港姐官方照片，打造清純女神兵團。那些年錯過的大雨。可惜翻港姐嘅那些年，都係啲夜蒲啊、攬仔啊、食煙啊、講粗口啊 ，blah blah blah， 洗底無效。尋日網上有流傳一張疑似黑色乳牛被淋咗空襲嘅相，無論鼻型、笑容都似到十足，搞到 TVB 要嗱臨召乳牛入宮了解。相中話俾人罩嗰個咧，唔係佢嚟嘅，歐陽巧瑩。旁邊嗰個人咧，佢亦都唔識嘅，即係成張相都佢都唔知邊度嚟嘅嚇。不過就肯認呢張相係同前男友影㗎噃。唉，咁多負面新聞，唔怪得 TVB 今年要破天荒收埋啲佳麗，唔俾外景採訪啊！無線製作部經理就話係因為啲港姐去唔同嘅地方拍外景太麻煩，先拒絕外景採訪。遲啲會安排各個佳麗以泳裝見記者㗎啦喎。